將臨期靈修默想資料係由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培訓部提供，日期2025年12月20日，第21天，主題喜樂，題目喜樂的道路，經文詩篇第16篇11節。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快樂，相信任何人都向往，但係要快樂起嚟，好似越嚟越唔容易。喺我哋嘅社會裏邊，唔快樂嘅人似乎比以前多咗。喺2025年度世界幸福報告裏邊，香港排名第88，係連續第5年下跌。相對於其他東南亞經濟較為落後嘅地區，好似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呢啲嘅地方更加為低。點樣先能夠獲得快樂呢？詩篇嘅作者提出有2方面嘅屬靈經歷同埋體會，喺上帝面前有滿足嘅喜樂，同埋喺佢右手中有永遠嘅福樂。滿足感能夠帶來快樂，當身體同埋心靈嘅慾望得到滿足嘅時候，自然呢就會感到快樂。感官上嘅滿足雖然呢係重要，但所帶來嘅快樂只係短暫，需要不斷嘅刺激先至能夠維持。而追求有意義同埋有價值嘅心靈滿足所獲得嘅快樂較為持久同埋深刻。經文指出，作者最大嘅滿足感係喺上帝面前。作為上帝子民嘅我哋，如果能夠活出上帝俾我哋嘅使命同埋人生目標，投入喺唔同嘅崗位上邊，發揮善用我哋嘅恩賜才幹，造福同埋建立別人，就能夠帶來觸動心靈嘅滿足同埋喜樂。上帝嘅右手代表着佢嘅大能同埋拯救，係以色列民投靠所得幫助嘅象徵。有唔少人呢相信安舒嘅環境係幸福快樂嘅條件，但係人生不如意事情十常八九，好難確保失意、禍患或者疾病唔會忽然臨到。不過只要信靠主嘅大能同埋保護庇佑，接受人生痛苦嘅必然，亦都能夠獲得超越環境從內心而嚟嘅永遠福樂。基督徒藝人陳敏儀姊妹，佢曾經先後經歷佢細仔同埋丈夫廖啟智因為癌病而去世。因着有信仰嘅依靠同埋支撐，佢先能夠度過呢個艱苦嘅人生階段，並且喺逆境當中揾到佢嘅人生意義。今年嘅6月，佢嘅身體出現咗嚴重嘅狀況，需要入院進行一項大手術。但係佢卻係相信主有美好嘅安排，內心感到平安。康復咗之後佢仲建立咗一個分享幸福生活智慧嘅 YouTube 頻道，分享佢嘅經歷同埋體會，幫助大家點樣能夠活得更快樂、更幸福。默想喺我哋尋找人生快樂嘅路途上邊，會唔會都曾經墮入迷思，走咗好多冤枉嘅路，浪費咗唔少嘅時間，但係仍然未尋得滿足同埋永遠嘅福樂呢？讓我哋同心禱告。創造天地同埋生命嘅主，我一生都喺你嘅手裏邊。感謝你將生命嘅道路指示我，幫助我尋得人生真正嘅意義，同埋喺任何嘅境況當中得着你所賜嘅喜樂，
奉主耶穌名字祈求，阿門。